照水利署的规划，松海水库启用过后，明年会有12.6万吨的水入来哦。本但基隆地区明年唔拉8万吨，下一摆唔单止唔失掉翡翠水库的水业，还有存，安尼白对基隆南岛新竹、北台湾都唔会过卡水业，也系伊能讲最后一块拼图，而表下睇大台北存某一道的清腔土地方，整太屯开发的冲突那也有限呢。那个基隆的自来水的漏水率是全台湾最高的，甲港大的漏水率是咪都唔是作水库的呢？哪是去水库？哪是去水库？到增加入口。哪是去水库？哪是去水库？大队也走无咯。桃松海水库公开说明会，反水库自救会会长吕水芬台上喊口号，现场民众更抗议，造成整个水库瞬间。不是崩哦，瞬间那个水就像大海啸一样，那个水瞬间跑出来的时候，双溪就真正变成水库。主头里松海水库一天梯某1公里远的所在，有一条决策团车，松海玉棚的农民见农村受骗呢，在购买嘅卡住户水坝没有使用年限，迄讲把平台真嘅唔会高。10几年前，佢到台北转到松海玉棚呢，就了解到保留一太台北亲密的乡土对台湾有几重要诶。那回来我对环境其实都完全不懂，所以说我就开始养蜂。那我开始养蜂之后，我发现说，原来环境对人类不是只有对人类啊，对所有的生物是那么的重要。也许你的设计是设计100年。不管多少年，反正总有一个年限。那到了10周年年限以后呢，那个水坝就是留给子孙的一个负债。事实上，新北市的水利局跟基隆市政府都不抱认同的态度。那地方的民众，从过去反对到现在，赞成也有，反对也有，但是否还是希望说，不管是民众。他的想法如何？他能够针对双溪水库盖完之后，对民众的未来深切的影响，能够一一的做说明，那并且能够把配套措施做好。例如现在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双溪水库，因为它周边有一个断层。天同天灾模拟地带，没冇办法提防。新北市政府对松海水库安全有疑虑，不过水利署对也有信心，讲也係唔會發通嘅斷層。依照地质学的来讲去质断层是属于不活动断层，也就是说10万年不会动的哦。那按照人类的历史来讲，或者是说水库的一个建造物的一个一个生命周期，事实上这个在我们的区域里面是不会影响的。我们台湾新建水库啊，也有经验啦哈，该按太个水库按就兴建起来咧，韩国按做就兴建咧哈。无论在三门水库也好，也系前门水库也好哈，青岛的水库按就兴建起来。改变呢，我讲松海水库嘅咁嘅条件啊，体质嘅条件啊，比其他嘅韩国好。学者范正成认为，台湾作水库累积工厂技术。做唔会输本先进国家，更加重要系松海水库为北台湾水资源最面满开水库。原来基隆市同新北市水防公疗是指一个体系，当有44万吨的水来用，年收77%系用河坝水，其他3%系对西市新山2处水库来嘅。当然唔拉8万吨系调用翡翠水库的水。松海水库做好过后，一下多嘅12.6万吨，经过北对基隆、南到新竹，北台湾再个唔会欠水嘅。翡翠水库供应每天有8万吨的这样的水量它可以转为供应新北地区。那原本石门水库地区供应新北市地区的这样的水量呢，它就可以转为供应新竹地区。那所以说，这个对整个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调度呢，有很大的功效。其实，在美国，在世界各国都有。以美国的那个加州为例啊，它从北部透过一个这个加州的导水渠道，一年运送了52亿立方公尺的水到美国的加州的中部跟南部去，所以这个是常用的一个方法。
企业调土用水对先进国家发展来讲一平常，这样是带头反对作上海水库前5行里里长詹武郎做许多水库议题体，也做木头的素材，也已经改变立场，支持作水库。我做自救会会长，迄句是水库要来做，我已经台北搬转来咱遮山顶，要住遮稳久啊了吼。我这间厝虽然迄句嘛是真辛苦起来了，迄句无这个路啊，这尾我才做船长才争取出来。就是说，这个一砖一瓦，我来开垦去种厝。山区的生活唔理偏，留下来土地问题还较难解决。沿开这样示范上海水库持久费的出批名册，让20年来一度人对反对，改到支持。这水防车是做一种的功德啊，所以我真欢喜出来讲大家来合作。但是阮遮要合作的人足济啦。但咱几下地主这个介绍你敲袂好啦，但是介绍即马嘛还未敲着啊。听讲啦一卡地敢若是讲市价有几倍啦。我能够体会他的立场。甚至乎有一天我是他的话，我也会赞成。为什么呢？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的土地，现在没有办法处理，卖没有人会跑进来买，要耕作，我们下一代也没有人耕作。还要坚持同主工业留下的工种，也系做安样离开山区，对行许多山区民众来讲，伊将系一难结天。持久费非常离水分，因为土地同木头的素材，佢认为喺讲嘅事态前作水库唔当对防漏水来做稀释。因为水规所规划水库，让我们破灭了、牺牲了，这是不必要的。因为我们有很多替代方案可以去做，比如说漏水率，基隆漏水率等于是最高的，几乎30%左右漏水率。你这改善下来的话，水库不用做了。来，过来头前诶，好，对，过节。台水公司当地基隆地区独特嘅同路橋幹線問題，改用 stainless。台水公司嘅承認，基隆係也下全台灣自來水漏水率前高嘅地區，主要原因係基隆市嘅建築物係對平陽建許多山排放器，自來水嘅水壓一下變大，受到地形同幹線要求一定嘅影響，漏水率一直當高。按多年來，港大漏水率係施工重點。我们的漏水情况在101年有32.多漏水率。那我们到106年的9月，我们现在的漏水率大概是26.多。那计划到109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把它降到23%。这两个其实是当然可以同步进行，但是不能说因为你取消极的手段就不用做积极的。因为我们在谈到就是说，基隆地区的一个开发，如果你要让它持续成长，建水库比较快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高雄人现在为什么每天都在买水？我觉得这个是很痛的一个问题因为美浓水库在20年前从要做，然后一直全部被反对到现在130亿不是1300万也不是130万130亿，搞了一个1570万吨的水，花了这么多钱去做这个，我讲实在的，对我们国家的财政，对我们老百姓，真的是不公不义呀。131年按多前，抢作安西的水库 ，NGO 团体拿出上海乡志，对公寮到上海山区是有1700公顷按多水排铁，除了风景一江，还做的吨水减做水土保持。喺讲嘅事態前作水庫，唔當拿一錢來復育水排鐵，雖然保存下來嘅風景要行下正。蓋水壩要錢，你復育水梯田也要錢，但是蓋水壩你就只蓋水壩，但是假如你復育水梯田，你同時對水源的保護產生了很大的作用。假如1700公頃的梯田包括平地的水田，都能夠恢復過來的話，它增加的水量可以是3個雙溪水庫的庫存。
梯田它有蓄洪、有防淤的功能，很重要是要有人在里面正常的工作、正常的耕种，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。你如果一旦弃耕、一旦休耕，它反而会造成的后果反而会非常，就跟旱田一样，啊，就是也没办法防洪，没办法蓄洪，但是土壤充实会严重甚至于田埂崩坏，造成土石流。学者陈永强喺国内研究富裕水排田的专家，佢调查松海也存没100公顷的水排田，喺管富裕过后模拟去工作，变到海岛也稳定的生态。水利署保证，松海水库未来会同菜地共存共用，没有结合菜地产业来发展观光。对于整个区域里面的农业的操作，事实上的用水并没有任何的影响。那而且可以结合观光，结合在地的产业，哦，这个是可以互相搭配的。那另外，我们未来双溪水库兴建之后呢，这边可以有地方的一个建设，哦，这边也可以去做搭配，跟地方的景观、跟地方的文化、跟地方的产业。要观光，我们的北边有个9份，好，我们的南边有一个10份，我们的东边有一个贡寮，就是澳底。你双溪观什么光啊？对不对？你只能用农业来带动什么？带动观光。菜地自救会希望保留天然的地景风貌，水利署先对水源调度来思考，因为松海水库、翡翠水库唔是再个调水来，因为降低漏水率，请来增加送水问题。问题的源头系为了要有积水水库，加做咩嘅环境，甚至限制菜地嘅发展，顺来答地冇。